你别老怨天怨地的，你自身找找差距。说完了吗？我知道我为什么嫁不出去了，都是因为您。哎，凭什么您心里就只有小亮啊，就没我呀？啊？哎，凭什么小亮干什么就都行啊？凭什么我干就什么就都不行啊？给点自信成不成啊？丫头啊，那自信是别人给来的吗？自信那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。没法跟你说。这哪成啊？这我都不放心了，真的，这可不行。本来你告诉我说让你站在桶里洗澡，说实在我就够受不了的了，这怎么着啊？一礼拜不给肉吃，这你身体不都完了吗？他爸还有什么虐待你的事儿啊？虐待倒提不上，我就是觉得他爸哈挺怪的，就这生活习惯，是吧？你也知道我晚上睡觉特别轻，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滴答滴答那流水声，我想说这也不像是下雨啊，后来我就起来看，我就发现那个厕所水龙头没关紧，底下放一桶，我就把水龙头拧紧了，后来我还听见滴答滴答滴水声，我一看，厨房的水龙头也没关，底下也放个桶，偷水呢？啊，这很明显，这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小时候都干这事儿。那会儿住筒子楼，大伙儿都穷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水管子呀开到特别小，它水表不走字儿，他爸偷水呢。这么回事儿啊？哎，你说60、70年代人们干这事儿，现在2010几年了，谁干这种事儿啊？还，我的妈呀，这人家省成这样怎么过呀？明儿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。第一，让他爸回东北。你们俩单在外面过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知道我没意见，隔三差五回来看我一趟就行。第二就是他爸如果非在北京过，你们俩必须回来跟我住，不能在那儿住了，我受不了，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哎呦，这让他爸回东北不大可能。为什么呀？那东北房子都卖了呀。他在想辙呗，他在那儿那么多年，连这点辙都想不了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就再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就再忍1个月。他爸要是再不改的话，那到时候您再帮我伸张正义，行不？我发现你这孩子，你就是心太软，跟妈一样。过来。女儿，给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给你了。不是，你给我钱干嘛呀？哎呀，就算嫁妆吧。本来我还想呢，你要结婚嫁给个有钱人呢，这钱妈也就自个儿留着了，将来养老使了。你这可好，嫁这么一个穷的拉的这种人家，你说让妈怎么放心呢？以后吃不好，自个儿外面搓一顿去啊，自己吃点好的去，听见没有？自个儿留着啊。得行。哎，老公，你猜我妈刚才给我什么了？给了你一巴掌。给你一巴掌，看，给了我10万块钱。真的？为什么呀？他主动给我的，说是我的嫁妆。嫁妆呀？哦，那就收着吧。你赶紧谢谢妈去啊！有什么好谢的？都自家人，咱有钱了。这死孩子，你狗肚子盛不下2两香油啊你！给你拿手都没捏热乎呢，你就跑出去告他？嗨，给我的不就是给他的吗？我俩一家人啊。我跟你说了，是给你用，给你用，你给他用干嘛？我俩好的跟一人似的，给谁用不是用啊？你给我用就给他用，给他用就给我用呗，一样。这，我不说，算我没说，好吧？你这红烧肉的手艺确实有长进了吧？多吃点啊。我问你，金亮跟小米结婚以后，是不是不顾家了？吃肉吧。是不是下班以后也不急着往家跑，就在外面吃饭？
就他们俩人也不带着你，把你一人扔家，是不是这样？吃肉吧。你真是这样，你跟我说，你不好意思说，我好意思，我跟他说。吃肉吧。我现在就替你办。吃肉吧。反了他了，我打电话，你别。姐，金亮，你是不是等着我削你呢？啊，你姐来了，你都不赶紧回来？你来哪儿了？你还要削我？我在北京呢。你都在家里了？我在家里都待了半个天了都，红烧肉老爹做的我都吃了。我命令你现在必须立马回来，我告诉你赶紧的啊，否则后果自负，你听到没？我姐都到家了，有你后悔那天，我告诉你。我福大命大。小米，啥样啊你这？怎么了？都几点了？咱俩该回去吧？你还得待多长时间呢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咱们要走。啊？干嘛？这刚来就要回去？我们这还没聊完天呢。不是妈，是这样，我姐刚从东北过来，现在都到家了。我寻思我们俩这赶紧过去看一眼吧。哎呀，这行，那回去吧。哎，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屁股底下跟长钉似的，就待不住。以后要回来就多待会儿啊，要待不住就别回来了。赶紧走吧。看我妈都不高兴了，再待一会儿吧。我跟你说，老婆，咱俩现在回去不光是因为我姐来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我回去得跟我爸沟通去啊。洗澡的问题，洗碗的问题，还有这菜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刚才坐着这么半天干嘛呢？我一直在这琢磨怎么跟我爸说呢。回去咱就说。你这样跟你爸说？当然了，我要不说，你拿平底锅拍我。那还有一件事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爸偷水。我爸偷谁家水了？他偷国家的水。怎么了你，老婆？我姐来你不高兴了？不是，我今天离开家的时候是生着气走的，你爸肯定也生气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嗨，你可真行，这有什么害怕的？没事儿，有我呢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。爸求你了，你把那脚从茶几上拿下来呗。姐，小亮，给我过来！哎呦，大姐，哎呦，哎，你什么呀？哎呦啊！知道我来了，你还这么晚回来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回事？别！哎，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来，这是小米，我老婆，这是我姐。哎呀，姐，你这拐卖未成年少女啊你！姐，你别给我姐就幽默。哎呀，瞧这小脸长的，哎呀这皮肤，哎呀瞧这小腰。姐这次来的匆忙哈，也没带什么见面礼，就这个姐觉得特别适合你的气质，不能试试，真的来。姐给你就拿着吧，带着吧，挺漂亮的，姐给你的啊，有点大。哦，对，大了。下次姐给你买一个合适的啊。谢谢姐姐。大姐。好，
没说爸，没说那个怎么了？我不吃饭了哈，我有一个生意，一笔大生意，2千块钱大生意，我下次再来哈。那个，下次给你买个合适的哈。走了啊，爸。哎，喂，我现在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信号不错吧？啊，哎，你必须得带着我哈，听见没？啊，不能把我甩了。没事儿。嗨，刚才看一个高大威猛的一拳击手在那练拳击呢。哼，一见钟情？不可能，我有那么幼稚吗？哎，你别不带我玩啊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我姐热情，没事吧？你适应适应，我姐就那样闹。来，哎，爸，来，我来。别，累了，歇会儿，来，小米，小子，您你也喝一杯。倒上呀，我给您倒上。好，小米啊，小子刚才说的对，这个你姐姐这不头一次见到你吗？这见到弟媳妇儿，她高兴，这高兴啊，别往心里去。热情的，对，快喝茶。哎，你妈妈挺好吧？啊，还行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以后你俩记着啊，没事啊，多回去看看你妈妈。你妈妈一个人啊，在家待着也挺寂寞的啊。还有，你一定记住，以后每次回去看你妈妈，都要带我向你妈妈问候，记住没有？一定，谢谢爸。另外啊，爸有个事儿得向你做深刻的检讨。怎么了？爸知道，今天上午你不高兴了。你说哪有这样当爸爸的啊？怎么能让你站在这个桶里头洗澡呢？都是爸不对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坐在这儿，我心里头特别难过。我就问我自己，哪有这样当爸爸的？你说？没事儿，爸。孩子是记者，整天在外头东奔西跑的，风里来雨里去啊！你说回到家里来，洗去昨日风尘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你说现在哪个女孩不爱干净，哪个女孩不爱美？我为什么你说还要挑你这理呢？还要这样呢？你说我真的不对。没有，爸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真没事儿。是我爱惜水，我节约水，在哪儿不能节约啊？我少洗2次，你不就可以多洗2次了吗？不，爸，你不用少洗，真的，你我少洗2遍。千错万错，都是爸的错。没有，爸，你别这么说。小敏，你对爸爸有什么意见，千万别搁在心里头，这样会憋出病来的。说啊，爸哪做的不好，你一定要说出来，批评指正，爸100%的改正。啊，没有，这个我没意见。我今天早上就是因为要有会要开，就着急了。我知道，还有，这个咱家这个饮食结构你可能不太适应，是吗？你放心，小米，我从今天开始，就按照你的口味把咱们家的菜谱呢改一改啊。以后你想吃什么，你就跟爸说，素了，来点荤的；咸了，咱们就淡一点儿；稀了，咱们就干一点儿。有什么话一定跟爸说，爸理解的执行。不理解的，爸也坚决执行，你放心。没有，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没事儿。有什么话，一家人憋在心里头，我难受，你难受，你说小子夹在中间，他不也难受吗？爸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弄得像我们俩挑3拣4似的。没事儿，真的爸，您呀该怎么做怎么做，是吧？就按您这做菜的路子来。我跟小米中午吧，就是什么都能吃到。要是想馋了，我们俩就去饭馆随便吃着，是吧，小米？是没事儿，真的爸，你想多了。你不生气了？我本来我也没生气。人家不生气，这都说开了是吧？啊，说开了。好，你们俩歇会儿。啊，你喝点茶，你坐会儿干嘛呀？我那个冰箱7天都没擦了，
我得去把它擦一擦。人没事，电视一会儿让小米帮你擦。不用，你坐，爸去擦，你来先我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啊？疼！哎呦，怎么了你老婆？我觉得你今天状态特别好，特别漂亮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就觉得这以后我澡也不敢洗了，饭不好吃我也不敢提了。别！我跟你说，你想多了，老婆。你这澡该怎么洗你怎么洗，饭该怎么吃怎么吃。有什么话想说你就跟我说啊，你别太过顾虑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了又？我让你跟你爸去谈，怎么变成你爸跟我们两个去谈了？不是我跟我爸谈，我爸跟我谈，这不一样？反正咱们3个人不的事儿。一样。那现在我什么都说不了了，哦你赶紧跟你爸重新再谈一遍。我再谈一遍。快去。好。不是老婆，我谈什么呀？你爸做菜太咸太素，哦，是菜咸，洗碗、洗澡，还有偷水。哦，对，偷水，偷水是。不是老婆，因为我觉得吧，我爸刚跟咱俩谈完，你说我这马上找我爸谈，我是不是觉得有点这？不行，你现在就去谈，快点儿。不是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你还不了解我爸太能说了。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看歇后语大全，这一般人真说不过他。我真怕我一去让他给说回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老婆，哪天我准备一本歇后语大全，我跟他好好 PK 一下。我把什么水的问题、洗澡的问题，还有这个偷水的问题，我凑在一块，我理性，我咔，我就一下子。马到成功。那你给我学个麻将。那是牛。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到底怎么了呀？你先给我个痛快话啊！咱们再讨论好吧？我不讨论了，我不讨论了，再这事没得讨论。喂，哟呵，这太阳从哪边出来了？接电话接这么快，没人理你了吧？别废话了，有什么事说。怎么这么没劲呢？人家好声好气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我今儿可挺高兴的，你干嘛一下就破坏情绪、破坏气氛、破坏我的心情？你有事说事，没事就挂电话，我没工夫听你在这训话、废话，知道吗？神经病！死去吧你！姐，你能不能不闹了？哎呦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怎么非要闹呢？哎呦，我可愁死了！是我在闹吗？啊？啊，不是你闹，是我闹啊！琳琳，该知足了，真的，咱们现在日子过得多好啊！缺吃缺喝吗？这住的什么档次啊？你说你穿吗？全是1线品牌啊，老公全满足你，你很贵气，很幸福，很快乐，怎么还不知足呢？这些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就想生个孩子。你什么都能要，还就不能要孩子？为什么？你给我一个理由啊！我们是夫妻不？是合法夫妻不？是夫妻，我要生个孩子，怎么了？好，你耐心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！咱不吵。我50岁的人了，如果咱们现在要孩子，从孩子呱呱坠地到嗷嗷待哺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到大学毕业20，我70了呀，孩子还没工作，我死能安息吗？能瞑目吗？
还有我呢，我还年轻呢。你不能考虑你年轻不年轻啊！好，我再换个思路跟你讲啊，再换个思路。唉，其实我和这个王世华是个失败的婚姻，我们没有爱情，我们只有个米儿，我们剩下就是亲情了。其实和他离婚以后啊，我已经变得挺沮丧的，我对这个世界挺失望的。我认为没有爱情，我就好好工作吧。但是我遇到了你，你把我点燃了，我也把你点燃了吧？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，爱得死去活来？从结婚到那，我们日子过得是不是幸福无比？我们走遍半个世界了吧？你说到哪儿咱们到哪儿，是不是非常快乐呀？因此，这是我要的生活。因为前半生我是失败的，我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，用在米儿身上了。后半生要为自己活着，为爱情活着，为我们俩活着，一个美好的二人世界。真的，要个孩子对咱们现在状况是不是个累赘？亲爱的。可你想过没有？我是女人，我想当母亲，我想享受我10月怀胎的滋味，我也想老的时候我身边能有一个子女。哎呦，亲爱的，你不看看报纸杂志吗？21世纪了，人和人的格局变了，亲情的结构也在转变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将来你我王淑华等等等等，我们这个岁数人年纪大了，都得进敬老院，儿女是指望不上的，这是很现实的，亲爱的。你怎么想这个呢？这是社会的发展趋势。你干嘛非要个孩子呢？你停！你今天就是把死人说活了，我都要生这孩子，我都要生孩子，我都要孩子，我要定了。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不得不考虑，咱们俩可能不该结婚。看来我们结婚应该是个错误，是我自私了，真的，我自私了，我太为自己想了，我把事情看得太美好，把爱情看得太伟大了，我错了。我就不该结婚，我就该孤家寡人，一辈子孤独到死。是个错误是吧？啊！你别激动。这错误你刚发现啊？你别激动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你别激动。我要孩子生，你说是错误。我现在是现在，你别激动。你现在好。你现在好。要个孩子就就是婚姻错误。什么都不替我想，自己在那呱呱呱呱呱呱，就为自己说，能想到我的将来吗？赶紧睡觉吧，干嘛呢？哎呦，明天还得挤地铁，我想着头都大了。老公，老婆，今天我有点累了，咱买辆车吧。你没事吧？你把我卖了，拿什么钱买车呀？还买车？我妈不是刚给我10万块钱吗？你忘了？不是你妈给你那钱是让咱俩留着攒着，以后买房子还房贷用的。等钱攒够了以后，那房价又涨了。咱们买辆车吧，每天还可以多睡1个小时。挤那破地铁，冬天又冷，夏天又热的，我每天腿都走酸了。哦，要是买辆车，我下了班你还可以来接我，那什么感觉呀？是吧？是不是？你说的还是，我觉得行，是吧？哎呀，咱们就是有车族了。不，你先别太激动。我说那咱买什么车呢？哎，我喜欢那个，就那个有一个流线型的紫红色的，好像是新款，带天窗的，就那个可漂亮，叫那个保时捷。
怎么了？不是老婆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点钱，连保时捷的底盘都买不起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咱们顶多买个8万块钱左右的车，这手续什么的算一块全办下来，那也得10几万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买的车能好看吗？要么买。哎，前几天花猫说他有一辆车想处理。哦，谁呀？这大半夜的，谁呀？谁呀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嗨，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个情况啊？这是喝了，怎？高了。哎呦，怎么喝成这样了都？干什么呀你？哎呦喂，哎，我是谁呀？王淑华吗？答对了，但你走错门了，知道吗？这不是你的家。错，这是我的家。曾经的家吗？倒还没完全喝糊涂，不是怎么回事？你喝成这样，你大半夜跑我这儿来可不好啊！我现在赶紧给王林打电话，让他把你给我弄走。不准打，不准打，我不要见他，不打。哟，吵架啦？啊，借酒消愁呢？合着这儿借酒消愁，你也不能跑你前妻这儿来啊！你这让人看着像怎么回事？街坊四邻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米饭，你别大半夜的跑我这儿，影响我光辉形象。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去。不打。行，我不在这儿待了，我走行了。赶紧走。你站得直吗你？哎呦！哎呀，起来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先别走了。哎呦，去沙发上坐会儿去。真行，你这喝的，赶紧，我给你弄点蜂蜜水啊，解酒。给，喝吧，解酒。哎。回头一看，他在灯火阑珊处，出口成章嘛，那会儿不是？俩人还跑到电视台去，什么两口子天下栏目啊，说什么我后半生都会幸福的。您这后半生也忒短暂点了吧？不是你最好别幸灾乐祸好不好？你这样让我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对我还有感情？那个你特希望我跟那个琳琳不幸福，对吧？没错，你说对了，我对你特有感情，是吧？但只有一种感情，就是厌恶的感情，恨的感情。这够都还回头是岸，我真受不了。媳妇，别装了，装什么呀？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还非半夜打，什么意思？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跟你想说米儿的事儿。米儿什么事儿？我想告诉你，他结婚，我给了他10万块钱。你说对，你给他10万块钱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而且咱又不是一家人了，你干嘛给我打电话半夜给我打？你想见我，有个理由，我理解，就是有点感情这方面我也能理解，我能控制住，对吧？咱不会出差错的，你别不承认。成，你能会控制住啊？我控制不住啊，真成。哎，我发现现在社会上的确有你这么一款男人，那个自负啊，那个自恋呐，那个自爱呀。那个自以为了不起，真够可笑的。哎呦，行了，说实话吧，你大半夜到我们家来干嘛来了？不是你给我打电话吗？我不就想问你什么事儿吗？你现在说给
闺女10万块钱，那你就少给点吧，我帮你垫点吧，你省点。拉倒吧，你甭跟我来这套，我才不用你垫呢。我给我闺女结婚的钱，那是娘给的钱，我还用着你垫？你真够逗的。你就说实话吧，你跟王林到底为什么打架？你不就想跟我聊聊这事儿吗？我看不出来呢，为什么呀？还不那点破事儿，还是生孩子的事儿？哎呦，米饭呢？米饭，你也有今天啊？想当初咱俩刚结婚那会儿，我说咱别要孩子，穷的那样啊，一间小平房，上厕所都得上胡同的公共厕所，咱们不够条件，非逼着我生。行，生出闺女来还挺不满意，要不是闺女长得漂亮，你能这么爱吗？没到1岁呢，就逼着我让我生第2胎，我得亏没生第2胎。我要生了第2胎，我一人带俩孩子，我不得累死啊！现在报应了吗？啊？哎，你赶紧生，真的。别，你先别着急生，你呀这样吧，等咱们敏儿怀孕了3个月以后，你再让王琳琳怀孕。等你的孩子周岁的时候，你孙子正好1岁0 3个月了，带着俩孩子一块出去玩，大的管你叫爷爷，小的管你叫爸爸。在大马路上一走，人家说：“哎呦，这俩孩子双棒嘛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您的儿子还是孙子呀？”你说，这是我儿子，是小的；这是我孙子，是大的。哎，好哎，你孙子比你儿子大3月。啊！别说了啊！不对，那就按照你这个说法，我孙子比我儿子大3个月，不能生，那我人生是个笑话呀！可不就是个笑话吗你？哼！不能生，坚决不能生，不能生。哼！老婆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俩就是有车族了。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，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。风吹拂着五星红。还有个事儿，对，明天咱们可就得把钱给人家了，你可别忘了。对哈。别忘了啊。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钱，我还没捂热乎呢。明天钱提出来之后，你数10遍再给他啊。看淡一点，这有什么？不就这点钱吗？以后老公有钱了，给你买兰博基尼、玛莎拉蒂、保时捷，随便老了又说大话。为了感谢我的好老婆，我决定今天以身相许。算了，睡觉吧。哎，这怎么个意思啊？还学这干嘛呀？小心着凉了。呀，这怎么了？我以为在睡觉呢。别，这怎么了，亲爱的？别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吵架就吵架吧，你干嘛不接我电话呀？你不接我电话，我就胡思乱想。你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怎么没听着啊？哎呦，要死了！对，我关了静音，我在公司开个重要会议，关静音了。哎呦，忘了。哎，不错，确实有你7、8个电话呢。哎呦，怪我。来，别不接电话，我会了，你不要我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呦，不难受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理解了，我答应你，行吗？再忙这阵子哈，我一定要休假，咱们一起造孩子，行了吗？哈。你没骗我？不骗你啊！哎呦，我挺喜欢你这小可怜样的。哎呦，特无助，不难受了。好，行，走，好，快，把眼泪擦，脸都花了，都难看，快擦。生一个就生一个吧，笑话就笑话吧。
我是哪位呀？我是天下影视经纪公司的，麻烦你明天上午10点钟来公司一趟。哎，那个我要准备什么吗？不用，你人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今天叫你过来呢，是正式的通知你，公司已经决定聘用你了。啊，那可以告诉我给谁当助理了吧？能啊，琪琪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什么时候开始给他干活？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他？你什么时候都能给他干活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啊，对不起。这样，待会儿公司啊还要给你签一系列的保密协议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你呢，先到外边休息区等一下。啊。我看琪琪有没有。不一样了，什么都讲究点儿，尤其是穿衣服，别老这么土哈。琪琪，神经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太激动了。谢谢。你那车是那个自动挡的吗？谁开自动挡？手动挡啊！我跟你讲，换挡极其平顺，嗖。你那车是手动挡的？啊？坏了，怎么了？买不了了。我说亮子，10万块钱已经很便宜了，我那是进口的。不是，你知道小米它不会开手动挡的车呀。我这买车的钱是丈母娘出的，啊，所以我得买一小米能开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这车买了，我不能不让小米开呀，我必须得买一个他能开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全办下来还得在10万块钱以里的，还尽量得好看的，得这样。你老玩车，你帮我想想，我买个什么车合适啊？10万块钱，还得好看，还得自动挡。嗯。两位先生您好，我是导购夏天啊，您有什么需求？那个，我想看看有没有10万块钱。亮子，要不你选这个吧，跟我一样，骑士，这车动力好，质量过硬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所有的车里边就它最好开，视野大，空间好，爷们儿车。是，就是这车是大气啊，看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这需求跟你不一样。我
媳妇儿是一记者，娱记，开这么大一车吧，不适合她这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她得经常偷拍什么的。哦，那倒是。车得稍微小一点，有时候好停。再说我们俩这小白领哪能跟你这富二代比呀？好家伙，这么奢华，受不了！你别扯啊！哎，我觉得这车不错。先生，您看这款车就是这辆车。哦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车也不错呀，看着。哎，我上来试试啊。哎，你别看这车外边看着不大啊，里边一点都不挤。丘比特，名字还挺浪漫的啊。哎，就这车，小米那同事有一辆是红色的。嗯。但我觉得这蓝色的不错，小米的幸运色它肯定行。哎，老公。哎，小爸，我跟你说啊，花花那车呀，咱不要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现在选了一个更适合咱们俩的，主要是适合你。特棒！你猜叫什么名儿？叫什么？丘比特。你听这名儿，多喜庆，还是蓝色的，象征着咱们俩美好的爱情。行了，别酸了。我跟你说，反正再来就10万块钱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同意我就踏实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哎，齐了。你够迅速呀！我这10万块钱还没捂热乎呢。看你这点东西。金大夫，你够有品位的。那是。跟我车一样。好吧，来。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